每週二四六睇亞集 YouTube。Hello 大家亞集，今日嚟做亞集新聞 EP78，係78。咁 EP78咧有乜好講咧 ？EP78咧，我哋一陣間啱啱後，即係有一樣嘢想同大家解釋點解啲排唔出片，就係因為咧等咗呢一個咪嘅，有兩個咪。我開頭咧我就以為個咪好快到最後咧要拖下拖咗5月。咁5月咧亦都有啲事發生喺啲地鐵上面嘅，就係關於呢個月台啊擴建工程介實術咧地鐵站。介實術咧點解要擴建咧？就係因為咧佢太多人流，做唔到呢個分流。佢通常佢嗰度係有3個月台，一個咧係攞嚟落客嘅，2個咧就係攞嚟上客嘅。但係當然呢啲月台係好唔夠㗎啦，所以又將呢將呢個混合式月台定係點？混合式月台就改咗變咗成呢個嘅雙島式月台。大家呢啲好複雜嘅嘢，就首先你哋一定，如果你哋了解呢啲月台之前咧，你一定要了解側式同島式月台。側式月台係咩意思咧？我哋咧就會喺個簡報度繼續講呢件事。其實咧，主要咧就係因為呢個嘅連嘅事故啦，同埋連嘅事故啦嗰度做緊啲複雜嘅工程，所以咧又要將啲列車由呢個嘅特拉耶去到介實術咧縮短到去呢個嘅呼嘯嘅嗰度做終點站，唔係呼嘯，係馬天莫尼斯嗰度做終點站，即係嗰個唐人街嗰度附近嗰個站嗰度做終點站。咁如果啲人就問我，阿澤點解要封嗰度？因為做啲工程。我想答我呢啲事咧，其實唔係唔應該問，可以問嘅，但係你問我咧好問題，但我就而家解答啦。呢啲情況下咧，如果咧，譬如你做啲複雜工程啊，有啲嘢啊，你呢啲一定要關閉某啲地鐵站，然後先可以做呢個維護或者複雜嘅工程。如果唔係嘅話，你整到人你就唔好意思啦。整唔到人可能運輸署畀個警告咁樣，然後如果整親人嘅話，哇！你真係整唔到人就真係好彩啦，整親人就真係哇！真係有咩事有啲咩雞毛蒜皮嘅事，真係地鐵公司負責嘅，其餘嗰啲唔會負責咁多，全部係地鐵公司負全責，所以要通知啲人，然後就我叫巴士公司安排加密啲班次接駁巴士，唔係接駁巴士嗰啲。如果接駁巴士，如果喺唔係度，即係唔係喺，即係我意思係唔係樣嘢都，譬如嗰條線停咗，就話係一定要接駁巴士，唔係呢樣嘢。接駁巴士係要睇情況。例如果已經有路線係可以穿越到嗰啲地方嘅，咁嗰啲就係已經有其實有好多巴士路線啦，咁嗰啲咪加班車出嚟疏導嗰啲人去嗰啲沿途各站封閉嘅沿途各站嘅地方，嚟呼嘯都有份閂咗門，拜石士亞都有閂門，咁咪送佢去嗰度。又話畀你聽，呢度就係一個落車嘅，即係站啦。如果原有冇路線係唔會咁行嘅，或者都唔夠嘅，咁啊考慮接駁巴士。
其實如果有人問我接駁巴士會唔會影響到啲車，即係會唔會停嘅時候，即係啲巴士停喺度，你都知啦，會排大長龍，然後之後就唔知點啊啲，跟住搞到啲車塞到好煩啊咁樣 ，traffic 咁樣，又塞埋啲電車，呢個唔會嘅，呢個一定係會。同埋仲有個原因就係我哋講緊第二個原因啦。啱啱講完第一個原因，啱係唔記得咗講原因。第一個原因講完啦，到第二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係呢個嘅，因為啲道路條件，即係道路太窄，你啲車大嘅巴士你就唔可以入去。一嚟架車轉唔到彎，二嚟你係阻到後邊啲車，搞到人哋後邊啲車又要跟住你喺度褪，跟唔到你個節奏。又有啲人就話：你都唔知你想點嘅喺度褪。有啲人咁樣，但係有啲人了解到嘅就係佢想褪後想轉彎入去，同埋好難搞嘅啲細街嗰度。就算你邊有辦法擴建呢條路咧？佢哋想擴建嘅，但係問題係你點擴建啫嘛？你擴建唔擴建啊嘛？要收地啊嘛，要收人哋啲屋啊嘛，咁咪梗係唔好搞啦。工程師都講過好多次啦，就係話如果你真係最麻煩，唔係啲咩鋼筋，唔係啲咩水管，唔係啲咩成啊，呢啲一嘢搞得掂啊！最多封條路就搞掂啊！最麻煩係後邊嗰啲人啊，就喺度嘈啊，就話呢度係我嘅，呢度係我嘅，呢度係我嘅，唔走啊，唔走啊，賴死唔走咁樣咧，要擴建條路，唔係擴建條路，唔係擴建條路咁講錯。呢啲都係冇法避免嘅，呢啲佢哋都可以有權選擇㗎嘛。咁如果係真係咁封路嘅話，咁佢一定會搞好大工程。如果你咁樣擴建條路齋，所以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就係咁嗰啲原有巴士路線服務下算啦。咁有啲人又會再問我啦，點解佢哋嗰陣時介實得咧閂咗同牛姐路段閂咗門？牛姐路段閂咗門嘅時候，嗰度有接駁巴士，因為嗰度有足夠嘅空間、足夠嘅路俾佢哋搭車出入，即係俾啲巴士可以足夠嘅空間、足夠嘅路、足夠嘅即係唔足夠嘅交通同埋唔足夠嘅路線，所以佢先要整條接駁巴士啊嘛，CP 安排啲接駁巴士啊。呢即係交通運輸樞紐嚟，呢啲真係巴士唔算，火車、地鐵都係。但係咁啲人係要逼巴士，係要逼一陣㗎啦，冇。如果唔係行咧，行或者搭的士。應該冇人搭的士，行啦。整咗嗰個月台咧，其實有啲人問我整開咗個月台有咩好處咧？就係個好處就係你可以企多啲人咯。你都企唔到，你容納唔到。問題係你容納唔到，所以你咪要擴建個月台咯。你唔擴建嘅話，你咪啲人咪逼晒上面，然後之後咧就下邊嘅勁一堆人，好似食啲牙咁樣逼埋即沙甸魚咁樣逼埋一齊咁樣。然後啲人一湧上車嘅時候，就個個爭晒位，然後之後就又成咯。然後上面啲人要排隊，然後之後又成，即係逼晒上面。
然後下邊嗰啲列車又嚟到之後就又唔夠時間疏，即係唔夠位疏導到一次過用咁多個乘客。一架車卡我畀你，我硬多都係畀你坐到200人，最多咪坐到我當列車有3架。嗱，我哋而家咧就講緊呢個嘅綠線嘅執行，我哋嘅簡報嗰度啦。我哋嘅簡報咧就係呢個嘅綠線同埋黃線嘅工程。嗱，我唔記嗱下邊嗰一段咧就我哋就唔記得講啦。呢一段5月2號至7月7號停駛嘅期間，我就唔記得講啦。咁我而家就喺呢度補翻啦。5月2至5月6號啦，5月5號，講錯，5月5號就係呢個嘅，就呢個呼嘯嘅計實實咧就停駛咗，就由馬天莫尼做總站啦，已經講咗。咁由呢個5月2號至7月7號，哇，停駛成2個月，2個月有多。就呢到呢個嘅計呢個嘅黃線同綠線，就拉入至到金格蘭停駛，士達換列士達迪到呢個嘅金格蘭做總站。好啦，嚟到呢個嘅安排啦，由5月2號至5月5號，為期就3-4日啦，就正常啲。而北邊呢條呢，即係唔係北邊啊，即係北段嗰段呢，上面歐法拉啲嗰度就 Tillers 到 Camp 士達奧涅士達尼 Camp 就閂門，就由5月2號至7月7號呢2條閂門，哇，成2個月咯。而呢個嘅市中心嘅綠線就係僅限呢個嘅5月，啱啱講過啦，呢個5月6號呢就恢復翻正常。Tillers車站全面關閉，呢個嘅 Camp 路段嗰度就全面關閉啦。而呢個嘅而呢個嘅Gaystrand 去到 Camp 都繼續維持服務。Odivella 至到 Camp 都係呢個嘅1分為2嘅服務，就斷咗2節。至到 Camp 而同呢個嘅 Hart 就士達奧涅士達尼嗰度，即係呢個大學站，呢個就係叫做球場站。Hart 咪真係喺嗰個自由大道嗰個站，下一個站就 Hart 黃色嗰條線。咁呢一條線黃色嗰條線1分為2，哇！但係閂咗門其實唔緊要，我視察過，因為佢啲交通配套係齊噶嘛，又有736巴士路線，佢實會指定有邊啲巴士路線，同埋啲巴士路線會自然會加密啲啊，咁樣噶嘛，唔額外加啲巴士上去，唔會令你啊巴士又逼人啊咁樣，唔會嘅，應該唔會嘅。呢度呢，就現有嘅路軌呢，就係呢個最主要就係駁過去未來薛古拉路段，同埋呢個嘅咁連嘅薛古拉呢，佢 Tillers 嗰度呢，就係俾黃色線行，而呢個薛古拉就係綠線行。要整嘅呢個安裝呢個新嘅轉駁，即係轉路軌嘅嘢，轉嚟轉去。分叉路口，新建咗高架現有路軌，同埋
含在實體嘅連接。但我就唔明點解要用去 Audivella 就 Camp Grande 係要用三卡列車嘅行駛咯。你呢條又唔係 branch 啊，我就覺得好唔合理咯。係成件事係好唔合理嘅，我想同大家講，因為你三卡運行嘅，咁你繁忙時間點算啊？想加密班，就算你增加班次，呢度寫住增加班次都好，你點樣夠疏散到啲乘客啊？你點對得住啲人啊？就整三卡喺黃線嗰度啊 Audivella 就 Camp Grande 被迫於無奈嘅人，有啲就要喺嗰度轉綠線返工咁樣。但係我都真係有樣嘢想同大家講，其實 Audivella 照 Camp Grande 嗰度真係做得唔好，因為佢用三卡運行。咁三卡運行，三卡運行少咗，平時地鐵六卡運行已經麻麻地嘅啦，我已經覺得都有少少逼人啊咁樣啦。但三卡喎，真係會逼到沙丁魚，唔係沙丁魚，好似唔係沙丁魚，沙甸魚，逼到變沙甸魚，然後就嗱呢度咧就係佢哋嘅巴士，就係搭呢個767，佢會指定會睇唔睇到啊？佢哋會指定會俾啲巴士啊，會俾啲嘢，即係啲巴士啊、電車咁樣。因為由於冇電車，所以就係啲 B 嗰啲咪就係小巴路線咯。特拉耶小 Camp Grande 就由呢啲巴士去載你哋767、747、743B、44B 呢個嘅778、738、Ciudad Universitaria去到 Camp Grande 738、735、731至755。如果你想去嗰個嘅公園啊，即係 Camp Grande 下邊嗰度有個好大嘅公園，就係701、736同717。日間755，佢會講埋俾你聽。哇！同埋呢個避開呢個嘅斷點就係善用呢個 CP 火車同埋呢個嘅 Fatago 嘅轉乘。譬如果你喺 Camp 嘅咧，譬如你喺 Audivella 住喺 Audivella，咁你要落去，我當你去 Marquês de Pombal 或者去啲喺嗰度返工啦。咁你需要平時你一條黃線直達落到去㗎啦嘛，即係自由大道嗰個站叫 Marquês de Pombal。你 Audivella 行即係搭地鐵落去，好快到㗎啦嘛，唔係啊嘛。你一斷咗，咁你咪要 Camp Grande 轉車，轉呢個綠線，然後去到 Humber Area 度，然後之後就轉火車。哇！轉火車去呢個 Intercampo 嗰度，哇！真係或者係 Geological 轉車 ，Set Hill 嗰度轉車 ，Alphaladi 同埋呢個嘅都會延長到去凌晨1點。其嗰啲商店，佢 Camp Grande 嗰啲商店都維持營業，所有嘅出入口、售票處、緊急卡片服務、商場都繼續正常開放。先要廢嘅，我哋可能講緊呢個嘅月台，應該對你嚟講係好對大家嚟講應該好複雜咯。側式月台咧就係講緊呢個嘅嗱，記住啊，側式月台係唔好撈亂，係呢個嘅你要喺呢度上去，然後行翻過去。側式即係你側邊係月台，中間係路軌，
係好唔方便啊。其實我覺得以前已經覺得側式月台係好唔方便同埋好荒謬，因為呢，你咁樣，譬如你搭錯車，你要行一大段樓梯，你要喺呢度行一大段樓梯，嘟翻過去，所以呢樣嘢係好荒謬啊！我以前成日覺得好荒謬啊！葡萄牙大部分車站都係用側式月台嘅，地鐵嗰啲好少會用倒式月台。我唔明點解唔用倒式月台？倒式月台係對啲人出入嚟講係好方便，同埋側式月台亦都有好處嘅，就係因為呢度可以整個出口，即係對啲輕鐵啊，對啲嘢嚟講係好重要，即係好個優點就係啲輕鐵嗰度，就因為佢可以喺呢度直接開到出去啊嘛。然後可能到倒式月台，倒式月台呢側邊就路軌，中間係個島。佢個好處呢就係地鐵其實應該要用多啲倒式月台，我覺得。第一，佢可以你望下可以呢度轉車，例如你可以同台轉乘，你譬如你想去呢度嘅，譬如我當呢度係綠線，呢個右邊嗰條係綠線，呢度係黃線，咁你想喺呢度綠線轉車，咁呢度直接行過去就係㗎嘛，唔使好似側式月台要係特登喺呢度衝過去對面，行過去跑一大段樓梯，然後就去嗰度轉車，好麻煩。所以側式係即係適合輕鐵用嘅，我覺得。同埋你搭錯車唔使行咁多樓梯啊嘛。倒式月台呢個嘅優點係最呢個嘅佢最唔好嘅缺點就係人流嘅對衝嘅風險，就兩架車到達嘅時候就啲人呢就衝過去呢度撞埋一齊，即係咪撞埋啦？真係即係咁樣衝嚟衝去，逼晒個中央嗰度，即係中間嗰度。但倒式月台唔可，通常側式月台佢可以呢個嘅向外擴張，但擴張都幾多啊？你又要驚到嗰啲樓嘅鋼筋，唔可以亂嚟嘅呢啲。可以擴張係唔可以亂 Q 咁嚟嘅。你一嚟到嘅話呢，你一嚟嘅話真係會好多人嘈你嘅，真係。最麻煩係啲人，雙線天橋啦，需要天橋。但係倒式月台可以共用扶手電梯，可以同月台轉乘，必須要上下層先可以出到大堂。側式你可以一次就搞掂咯。俾盡你6卡，咁我計3卡先，因為3卡唔見，咁咪600人咯。咁咪600再乘2嘅，咁咪1200人咯。就咁簡單啊！一卡車卡最多坐到200人，最多頂，俾盡你。你逼到咁樣面貼面又好，唔理點啦嚇。但係新車聽講有人話新車卡會改善。其實有啲人問我，架列車有咩問題，所以咁逼人？係有問題，架列車好有問題。架列車啲座位設計係有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佢啲位呢，佢唔係好似打橫擺啊嘛，打直擺，咁咪少咗多企位咯。咁咪少咗多企位啊嘛，咪坐得少啲人咯。係坐得少啲人啊，但係多啲位坐咁。但係你橫排唔係啊嘛，橫排你多企位，但係你可以入多啲人咁樣。闊啲啊嘛條路，同埋唔使
不嬲都唔可以伸直隻腳㗎，但係算啦。同埋唔使咁逼夾咁樣，啲座位都係有問題，但係座位呢對呢啲逼人冇關啦，但啲車卡嘅配置就真係好舊都唔算太舊嘅，其實冇我想象中咁舊啲車卡。啲人問我啲鋪頭啲車卡，你覺得算唔算舊？其實唔算嘅，但係冇想象中咁舊咯。咁啲咁舊嘅就係最多咪佢嗰啲車。如果你想問我年齡嘅話，佢哋架車嘅年齡都已經係上咗年紀嘅，已經上到真係已經係有最舊嗰架已經係，有啲人問到最舊嗰架行緊嗰架，係咪就係1994年行到而家已經32年啦？行咗有一架已經行咗成32年。講真呢個93年製造，94年投入服務。而最年輕嗰架咪就係而家嗰架 ML20未投入服務咯，仲有7架喺個廠嗰度唔知要做咩嘅新列車，有7架新列車喺個廠嗰度唔知做咩，可能已經試緊車啦，我唔知。但佢話預計，我揾嗰啲新聞預計，佢話應該會喺今年嘅第二季投入服務。今年第二季投入服務，但唔知啦，我都唔知投唔投得成。但係睇嗰啲新聞或者地鐵，即係又問過分析過，其實都覺得又問下 AI 咁樣，都覺得呢啲意思就係佢話地鐵冇話過唔夠車嘛，唔覺得唔夠車嘛。其實我覺得應該早啲，即係臨通車之前，等佢哋適應下呢個嘅，即係等佢早啲適應下呢個嘅路線。其實佢開頭已經畀咗有少少蛛絲馬跡，但係如果你哋有興趣，我講畀你聽啲蛛絲馬跡喺呢度。嗰個新列車嘅蛛絲馬跡，佢未來咧投入服務咧，佢會投入服務。我所揾到嘅蛛絲馬跡就係第一個線索，佢會投入去綠線；第二個線索一定係投入去藍線；第三個線索就係會投入去黃線。里斯本地鐵嘅黃線，紅線就未必，呢個真係未必，唔會咁快住咯，因為紅線係喺3條線裏邊應該係比較都係多人搭嘅，但係其實紅線、綠線同埋藍線係好多人搭嘅，黃線就慢慢都多人搭，但係冇嗰3條線咁多。最多人搭一定係紅線啦，同綠線啦。因為咧，紅線係由呢個里斯本地鐵紅線咧係由機場出嚟嘅。有啲人問我，紅線係由機場出去市中心啊，出去世博同埋阿拉梅達嗰個大轉車站，即係對里斯本嚟講都算大，但係對成個歐洲嚟講就唔算太大，冇乜大不了嘅嗰站。對其他歐洲地方啊，兩線轉車站係好普遍嘅啫。即係對阿拉梅達呢個站都唔算太大嘅轉車站，但係對葡萄牙嚟講，佢係一個大轉車站，一個大嘅運輸樞紐嘅命脈。嗰度係，因為嗰度啲交通你差唔多四通八達，你可以喺呢度搭車去機場，你可以佢嗰度搭車去呢度嘅去 El Corte Inglés 嗰度購物，你可以搭車去呢度嘅上去睇波，去 Camp Grand 睇波，呢
你又可以搭車去介紹蘇德勒嗰度time out嗰度食嘢，已經有呢4個選擇。而咁啲人問啦，阿澤，咁如果咁佢問我兩線轉車站算唔算大咧？我想如果睇下邊度先啦。如果對成個里斯本嚟講就大嘅都算，即係睇下佢個客流量咯，最緊要客流量大唔大啊？即係啲人轉車啊咁樣。其實大嘅轉車流量，如果放工計啊，即係遊客就轉車就係一定喺阿拉梅達度轉車，最多遊客喺阿拉梅達轉車。應該啲人問我點解會知咧？因為點解會知咧？就因為佢哋平時喺 Orient 嗰度上車或者機場嗰度上車，你會見到佢哋咧拎住啲篋嘅喺紅線咯，喺紅。譬如你喺世博站嗰度 Orient 站嗰度上車 ，Orient 呢個站度上車，你會見到好多嗰啲人揸住啲篋，然後去到跟住勁睇到冇乜位坐，而勁多遊客就坐，就拎住啲篋啊，拎住啲行李，拎住啲嘢，拎住啲背囊咁樣，然後佢哋咧就去到全部就差唔多90%啊，都阿拉梅達站度落車，其嗰0.5%啦，就0.5% 啦，就去呢度嘅部分去首丹牙落車，有部分就去聖巴斯蒂安嗰度落車，即係嗰個西班牙嗰個百貨公司，應該好多香港人都好鍾意去嗰個百貨公司，應該百貨公司係喺葡萄牙喺里斯本裏邊係最大嘅百貨公司，即係唯一得一間百貨公司嗰度，認知，你會拎住啲，然後啲人拎住啲行李咧，佢哋咧就你會見到阿拉梅達呢個站係逼晒啲人出去，即係咪逼啊？即係好多人企喺個站月台度等車，等佢介紹蘇德勒。其實佢哋主要都有幾個目的地，有啲人咧就去喺馬天望啲小度搭，即係落車啦。我估應該都係搭28號電車，嗰個28號電車係。而有啲人咧就喺呢個嘅拜塞士亞度落車，有啲人就呼嘯度落車。佢巴塞士亞度咧嗰度有咩咧？就去睇呢個嘅。去睇呢個嘅，去食去嗰個廣場嗰度食嘢，同埋上城區嗰度行下。咁我估時嗰度做咩咧？行下自由大道嗰度，唔會㗎。嗰度餐廳都係多餐廳嘅，應該嗰度食嘢啦。大概，如果介紹蘇德勒嗰啲咧，落車應該有部分係食嘢。部分就搭列車去呢個嘅卡什街，卡什街應該大部分香港人都知道嗰度係邊度嚟㗎啦，我唔使再介紹㗎啦，就係咁樣。但好啦，我哋今日呢個總結啦，到已經係完結㗎啦，就係講解呢個嘅列車嘅擴建月台服務，即係擴建月台停止服務，同埋講咗少少呢啲嘅遊客嘅喺地鐵嘅遷移，都係同地鐵呢啲有關，同埋喺截圖，仲有喺截圖嗰度講嘅月台嘅種類，就係咁樣。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好啦，就咁啦，拜拜。